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。明仔载就是元宵节，假期车市民伫咧拜4、拜5这2天下晡4点了后，拢会当来到文化公园来领免钱的鼠来宝古仔灯。逐天敢若限量1000粒尔，送完就无啊。今年古仔灯的造型是一只纸刻的假钱鼠，看起来粉红啊粉红，排队民众拢话讲古水阁得人疼。嘉义市区下晡还未到4点，就真侪民众来咧排队，排了长长的人。这届排的毋是翠暗酒精，是元宵节的古仔灯。虽然最近武汉的疫情真严重，互真侪人踮伫咧厝内毋敢出门，但是今年嘉义市政府要发1000份的鼠来宝古仔灯，民众领登记了后爱家己 DIY 来装，就会当有一只会价钱的金鸡鼠，模样是真古锥，声真侪民众甘愿挂着翠暗来排队等要领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在防疫，但是也需要疗愈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元宵节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来手做，可以远离一下3C，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传统。市政府希望透过免费来发这古锥的鸟鼠仔古仔灯，伫咧这个特别的时期，除了家己亲手来做，会当增加家庭的关系以外，喜气的造型嘛，希望会当为民众添一寡喜气、平安、佮幸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